中国边境水防线已经有100多人死亡，阁有真侪外籍人士失踪去，目前无台湾人有咱的动物。立法院处理无人载具相关条例，部分期讲袂当是拷贝授权，民进党团认为重点是要应付咱国防的需求。南部38号直直岛高雄叉山大路绑尾50公尺长，田寮高14线是绑20公尺长，目前敢若开放单线通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南部地区这天气是无介稳定，山区要是30号安尼直直岛，伫咧高雄叉山、田寮甲甲山的几条这山区的道路拢有路基流去的情形。其中这叉山大路是绑尾50公尺长，也那田寮高14线是绑20公尺长，目前敢若开放单线通行。另外，伫咧甲山这第20线北分市附近呢，是因为这山架安尼出落来，目前现场已经封路管制。雨水挂土山对边坡一直出落来，怪手一直卡，望会当赶紧恢复道路通行。高雄甲线第20线65公里往北分市附近的路段，25只拄手上好势，27透早又搁放落来，造成交通中断。公路局赶紧派怪手来过，望下晡3点进前会当完成抢通。现地由于边坡属于地质软弱粘土的一个地质。那工段要等整个天气稳定之后，机具才有到边坡上方做一个清滩。除了甲山有道路状况，高山的叉山大路也出现道路限落来大约50公斤，长度超过50公尺。目前道工处已经封路管制，敢若开放单线通行。居民讲，这段路3公前就开始愈绑愈严重，即摆出入敢若会当桥倒摆，实在真无方便。他说必须紧急封山1个月，然后用好的话才开路给我们造成我们也非常大的不便因为我们山上里小孩、老人比较多，真的不方便。对，因为我礼拜6我要去台北，我有箱子很大，然后不能放在那个摩托车，所以我要怎么办？安排今日紧急抢修，预计30工作天完成。因柴山大路属桃园里主要道路。于道路封闭期间，仅供民众以机车通行，其余车辆禁止通行。当地民众若有进出需求，市府民政局与区公所会协助接驳。另外，田寮的94线5公里附近道路嘛，因边坡出来道路限路差不多20公尺长，道工处置了已经紧急封路，剩1线通行。民众讲，迄段路暗时也较无过，若经过一定要注意。那道工处是讲，因为要提报中央灾害抢修工程，伊讲年底进前完成抢修。记者柯家族采用高雄仓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南市的大东门城呢，这壁倒也是因为这回落大雨有部分放弃的情形，加在是无人员的伤亡。这阵这工程人员已经有甲固定也若文化局也有咧监测，规划咧修复的时呢，会甲这个极端气候的因素甲考虑入去。另外，有文书工作者是建议讲，会当趁这个机会来经营地下的艺文空间。一包一包黑色的太空包贴在城楼边啊，这是台南市国定古迹大东门城北边壁倒。20透早有部分建筑向放弃，就惊城楼会继续放。工人即摆冷雨芳，赶紧放太空包，进行临时性的防护。目前敢会当成仪器现况，爱等较好天才通专门处理。因为雨水渗入墙体，造成我们腹部的土壤产生松软，所以强大的水压力跟土压力的一个压迫之下，让挡土墙没有办法承受，而突然的一个崩解。百年古迹哪会熊安尼生？文资局前几天和专家来勘查，讲这壁倒由无共材料贴做会做的，早期修复虽然保留原材料复旧的原则，不过这庄仔角的芳真高涉水，加上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内面的水土压力增加，也站袂牢。其实大东门在1955年嘛捌因为风雨放弃，落尾1975年中建，正做即阵的景观。毛文书工作者有建议会当改替。地下做地下空间。做艺文空间，做地下通道，和边仔农粮署合作，迄个市民会当透过这个通道，入去到东门城迄个公园内底，免受交通车辆的影响。而且迄个所在嘛，当做个介绍台南市的社会发展，
介绍台南市东区这糖发展的故事。即摆极端气候常在咧发生，古迹要安怎防灾，嘛是真大考验。文化局已经委托土木技术工会，逐工针对外拆甲刷围做监测，未来的修复工程，因除了会照灾后调查甲文资法的规定来补强，因讲嘛会甲极端气候因素考虑入去，好好啊提升古迹的防护。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湾是咧落大雨，因为尼泊尔甲中国西藏边境呢，总是受到这水崩山甲土石流的侵袭，目前已经有162个人死亡，也有500多人是下落不明的。因为即马拄啊好是西藏新山雕像，也佮有喜马拉雅山区进行的大火，所以这失踪者呢，大多数拢是外籍人士，是来自28个国家地区，因为目前暂时无台湾人遇难的通报。透过空翕的镜头，8月26号，水崩山甲土石流侵袭的中国甲尼泊尔边境，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考县已经互大片的土霾砍掉了，真侪厝早就互阴阴去。尼泊尔已经派出军队协助民众撤离，对水崩山拼落来的景象，真侪人想到也是心惊惊。यो जबसम्म यस्तो देख्नु भएको छ नि तपाईँहरूले यो सबै पानी भरिया थियो यहाँ तपाईँको चाहिँ छ नि यहाँ आएर पनि हेर्न नसक्ने अवस्था थियो हामी अझ जुन ठाउँमा अब उभियौँ नि त्यहाँ आएको थियौँ मास्टर बस्यौँ तलामा भनेर तलसम्म छोपेर पानीले त्यहाँ हिलो छापियो监视器翕到西藏吉隆考县的画面，美术是电影特效的乌色水崩山甲土石流，瞬间规个拼落来，人根本袂护照，就消失伫画面当中。另外一个角度，游览车甲围墙也拢互冲下去，墙仔外的人差不多无人活落来。8月26早起8点37分，喜马拉雅山脉西藏区域发生规模4.4的地震，遂引起高海拔冰川甲冰岩崩落，变做天然的崩山湖。短时间内，甲边境的坡着科西河塌掉咧。到早起10点半左右，崩山湖崩花，大量的水冲害尼泊尔真济大砖头甲水力发电站，同时阁流过界去到中国西藏的吉隆考县，连检大楼、连外道路、车辆也阁有人拢互呆落。吉隆考县是中国甲尼泊尔之间上重要的国际性考县，也是大定国际游客甲印度乡丁卡去西藏拉萨等地的交通要点。目前拄啊好是西藏新山、公林坡济phong雕像甲喜马拉雅山进行的大火，所以失联的人大多数拢是外籍游客，有来自印度、美国、英国、澳洲、南韩、日本等等28个国家地区。目前西藏当地有51个台湾旅客，因为吉隆重灾区通讯全部断去，目前暂时无接到有台湾人伤亡也是受困的通报。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这粒中度风台沙丁鱼呢，即马是渐渐挖近台湾。气象署今仔日早起8点半是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目前这风台是伫咧台北东北边48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开始向西南西的这个方向甲架过去。也那暴风圈呢是预计明仔载日时会扫过马祖北边的海面。今天的累积雨量，其实在嘉义以南地区其实都有大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其中屏东的大汉山累积雨量会是比较明显的。而我们预计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其实今天在中南部还是断断续续会有一些降雨的出现哦。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目前主要降雨的区域比较偏向于在中部的山区以及嘉义以南的内陆地区。那有一些地方在强回波的影响之下，时雨量有来到20到30毫米。气象署是表示讲，虽然这沙丁鱼呢目前离台湾还阁有一段咧，也毋过因为是透西南风，所以台湾的中部甲南部地区呢开始落一寡短暂阵雨，而且这水汽会愈来愈多，提醒南部地区一定都要注意这大水雨。另外，目前台湾北部甲东南部这海面呢，拢已经出现2公尺以上的风影啊，提醒民众去到海边活动一定都要注意。目前地球超级性影现象的这个天气形态是当咧影响中美洲这个地区。伫咧洪都拉斯甲萨尔瓦多以后，这巴拿马已经是第3个因为这严重可汗来宣布紧急状态的国家。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是宣布9月开始要来减少船只的通行。科学家预测讲，这波性影现象呢，今年底是上界明显的，而且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
可能会变作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一摆性刑现象。伫咧中美洲有真严重的可旱，降温甲降水无够，互洪都拉斯有80%的土地受到影响。首都地区的民众嘛拍拼欠水以外，开始乌水井。也若萨尔瓦多的农民嘛受到真侪影响，即摆可旱嘛造成真侪番麦田打去，嘛无牧草通好饲牛牛，农民敢来当四界走丛，买一寡大草来饲牛，勉强伊饲牛的性命。The situation is really worrying, and we know that in this case, the problem stems from a lack of rainfall. Pues me afectó mucho, porque yo le había invertido $1,000 a la manzana y con lo de la sequía, pues he perdido y nomás no he podido vender el zacate en 150. 同款伫咧中美洲可旱的走廊巴拿马，伫咧洪都拉斯加萨尔瓦多了后，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逼促巴拿马运河减少船只通行。巴拿马运河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中心，全球有6派海运贸易量。美伊中东冲突爆发进前，才逐工有34只船通过。美伊冲突了后，有更较侪船甲邮轮入来遮，逐工通行的船只数量增加到40只到41只。为着应应可旱和水位下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嘛宣布，9月初3开始，就会豆豆减少逐工通行船只的上限，先降到34只，再个降到32只。This is a different El Niño event, characterized by an unusually early onset, and it could last much longer than previous phenomena. 一般来讲，性刑现象平均2冬到7冬才会发生一摆。伫咧正常的状况，赤道信风会为东边吹往西边，会甲东部温暖的海水塞往西太平洋，而且带动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冲起来。不过，伫咧性刑现象，信风异常减弱，会互温暖的海水流转去东边，互中南美洲有异常的天气。也若即摆性刑现象还阁伫咧变强当中，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上新的报告嘛显示，即摆性刑现象有要70%的几率会变作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一摆，也若影响上尾的时阵，预估伫咧今年北半球的冬天。世界气象组织 WMO 嘛预测，今年8月到10月之间，全球气温会平正常值更较悬。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继续来关心，咱立法议会今仔日是来处理无人载具的相关条例。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伊是强调讲，因支持国防，也毋过袂当是空白授权的。民众党团总调陈清良伊也表态，讲因党团的版本就是照行政院提出来的相关需求，一档一档安尼编预算的。也若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伊是回应讲，重点就是要应付咱国防目前上阶级的需求。我们现在会进去跟来建议协商，好吧？我们尽量寻求最大的。要赶伫咧立法院表决进前做最后的拍拼，国防部长郭立平27去到立法院，要甲朝野党团进行最后的协商。无人载具相关的条例伫咧立法院拼三读，不过朝野拢有家己的坚持，包含条例名称、组织机关要放伫咧特别预算，还是年度预算，等等拢有无同的想法。当然，哪怕因家己的版本要安怎整合，拢是有拍拼的空间甲变数。不能说没有上限的空白授权，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很坚持必须要有这个一个预算最基本的一个规模跟管理跟监督。我们的版本绝对不是零，而是由我们国防的需要，透过我们的纲领的一个建构，由行政院来提出它的一个预算。哪怕是坚持要放伫咧年度预算，不过甲行政院版本要用特别预算无共款。民进党团是认为在野党的版本较活产业支持，鼓励为主，希望朝野会当求共识，先甲较要紧的国防敲好势。国防的急迫需求的必须被满足的情况下，那在野党的版本那不能够有明确的数额，而且限制每年多少，那它其实就会影响行政权。民进党团搁再强调。支持行政院的版本，无人载具相关的条例拼三读，有可能搁出现表决的大战。记者综合报道。罗总统是提出普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也毋过即马劳工团体所认为讲，这袂当对根本来解决计薪水的问题，所以因要串联各工会团体呢发动罢工的投票，透过这款方式为劳工来争取加薪，同时也搁有提高雇主的提交率。全国大家兴，劳退15%，劳退15%。
劳工团体大声发出诉求，要争取更较好的退休保障。近日啊，罗总统提出普发1万的政策，劳团认为这未当对根本解决加薪的问题。亲像阿萨希工会就指出，因员工的底薪去年来是停伫24000至27000，调按考过各种津贴节约的过上加工资。为了要争取加薪，已经发动罢工投票第4天，投票率有超过70%，拍算依法提到罢工权来要求企业有趁钱应当要甲员工共同分享成果。公司提出了一个做法，竟是将我们原本的在年终的发放奖金挪移2个月平均并入我们的底薪里面，并以宣称爱学区的员工底薪已经达到3万元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所有的员工除了加薪，还有退休金不足的问题。劳团要求政府要加悬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嘛批评政府和企业直直引进加薪的移工，连带台湾劳工的薪水嘛救不起来。因这个政府独立自封，要求政府根据就业服务法停止企业引进移工，必须依据就业服务法，不予核发招募许可、聘雇许可以及展延聘雇许可之一或全部。针对已核发的这个招募许可，可以终止引进。目前阿萨希工会、美工工会、甲中华电信工会拢已经启动罢工投票。劳团表示，因嘛当地继续串联无共产业工会来发动罢工，有个10月会有集体行动，希望政府解决合理加薪甲退休金不足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真济州的政府呢是联合对 Meta 这个公司来提起诉讼，指控因的演算法害这青少年痴迷，而且妨碍着身甲心的健康。即卖双方已经达成历史性的和解 ，Meta 公司是同意纳180亿美金的和解金，而且针对着未成年的用户，一日限制使用2点钟，而且半暝时也全面禁止使用。现代人差不多拢离袂开手机啊，也毋过长时间看面册也是 IG， 煞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美国真济州政府联手控告母公司 Meta， 指控伊调工设计互人会瘾的演算法，双方落尾达成和解。Meta 除了爱付真济和解金，佮较同意对18岁以下的用户实施特别条款，对根本改变平台的使用机制。A hard daily time limit on all Meta platforms. This is 2 hours a day. Nighttime restrictions on the app use. This is a midnight to 6 a.m. ban on use, period, and a ban on notifications from 10 p.m. to 7 a.m. There is a school mode notification restriction, meaning during the school day, 8 a.m. to 3 p.m., there will be no notifications. 这项和解协议毋但牵涉180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5735亿的大赔偿，也互人看作是全球规范社群大企业的重要指标。协议当中一项正特别的条件是，除非 TikTok 甲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也同意伫应用程式当中对未成年用户设一日1点钟的使用限制，也佫有共同支付各州差不多53亿美金。若无 Meta 就干那需要付70%的和解金。若准这2间企业有同意这个条款，安尼Meta 就会付剩的30%和解金，也就是53亿的美金。有一个因为查某囝健身社群自杀的妈妈，对这项协议表示肯定，希望会当借着安尼避免更较侪悲剧发生。As long as they enforce it properly, and I'm glad that the judg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actually do this?"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a lot of talk, and they need to actually have independent people come in. 若是美国要加强监管，纽西兰总理罗克森二时也宣布会甲国会提交法案，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预计会透过面容辨识等等的技术，严格监测用户的年岁，显示防范衍生社群已经是各国政府未堪得等的上重要的任务。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伫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公立病院的妇幼病房呢，昨是来发生火灾，有14个婴仔死亡。这家属批评讲救援实在伤慢啊，而且这病院呢嘛无及时来应变。巴基斯坦的总理目前已经下令来调查甲救治，要求24点钟内要提出初步的报告。
情绪真激动，失去囡仔的老母，甲为李阿靠咧向病院讨伊的囡仔。当地时间拜三透早6点45分，伊斯兰马巴德一间公立病院的妇女婴仔病房熊熊倒毁。家属甲看到的人表示，事当时病房请教演，婴仔房一寡出入口疑似互锁掉的，也是管制，因为真紧急，民众只有是甲门窗落破，压楼梯协助掉伫内底的人逃出来。短短几分钟，14个原体搁咧欢喜迎接新生命的家庭，却随爱面对囡仔不幸死亡的噩梦，有的才出事1天，也是3天，甚至要被复号名。सामिया की गफलत है। देखें इतना बड़ा वफाक में इतना बड़ा हॉस्पिटल है, इनके पास इंतजामात तो होने चाहिए हंगामी हालात में कि लोगों की मासूम जानें चली गई हैं, तो इनको इसके ऊपर तवज्जो देनी चाहिए कि देखें इतना बड़ा। 巴基斯坦卫生部长坎马尼表示，院内监视器翕到空调设备附近先走出火星，因为真侪婴仔拢爱用上锁的设备，火势可能因为上锁烧甲搁较严重，因光线随着断开。另外，家属批评上万救援，高一支火灾发生的时，医护人员无伫现场。卡马尼否认这件代志，强调监视器显示，苏东市病房各有2位医师甲2位护理长，各4个人走出去讨救兵。医方是表示，出入口平常时有人看守，是因为以早发生过偷抱婴仔的事件。巴基斯坦的总理哈利夫除了对14位婴仔表达深深的哀悼，也赶紧开始追究责任。伫事发几点钟内，下令甲卫生部常务署长停职，当局也成立调查委员会，由伊斯兰马巴德地方行政部门展开调查，要求24点钟内提出初步的事故报告，厘清导火原因、救援敢有延迟，也有病院敢有管理的疏失。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辉达公司有来公布财务报告，预计每年这营收呢是会增加70%，所以辉达的股价即马已经去超过4%，也受到这辉达公司的带动，所以咱台股呢今仔日嘛冲到46000点。专家是来分析讲，这资金呢目前也是集中伫半导体甲 AI 相关类股，预计就要等到今年的9月，这美国联准会联邦公开这市场委员会结束了后，台股才有通结束这款震动的势面。美国四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落，不过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公布的财报，煞互市场看到真水。那财报比预期更较好，辉达财务长克瑞斯预期每年营收成长增加70%，刺激到辉达股价由乌反红，去超过4%。不过拜四亚股走势分歧，韩股早盘捌去超过2%，日股又去转落伫66000点顶的震动，台股企业六头表现强势。搁起来46000点，盘中上悬46401点，起超过560点。昨天 NVIDIA 的一个财报跟展望来讲，其实是不错了。那虽然说毛利率来讲的话，会受到记忆体跟零组件涨价影响，会有一些压力了。不过整体来看，其实还是正向偏多。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我想就是下礼拜即将开展国际半导体展。那市场上也有期待了，所以说整个台股的一个表现来讲，确实短线上的一个氛围确实是相对好很多。专家分析，拜四如果表现半导体业的火车头，宽达股、台积电盘中股价上悬2435块，起20块。AI 供应链大立光开盘无偌久，就随起停。伫6985块起625块，其他伫团产甲航运类股相对表现弱势，只是最近台股成交量继续走低，加权指数持续震动，当时才会当结束这种盘整的局面呢。FED 采取口头鹰派的一个言论，但是实际升息的一个动作应该是不会发生啊。毕竟呢，美债殖利率目前已经在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位，如果再进一步升息的话，美债殖利率会更往上攀升，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反而又会制造出另外一个更烫手的山芋。专家分析，最近台股可能受到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动向影响走势以外，目前并无其他利空的消息。若是美国联准会9月无升息，以及台股上紧伫第4季会当冲起的上观点。记者综合报道。
这中元过了，就是中秋啊。中共呢是来宣布重新来开放台湾的文旦，也毋过因干那限制花莲部分的果子园甲包装场尔尔。其实这全台湾上界大的文旦的产地呢，就是伫咧台南。另外，这云林、苗栗甲新北市其实嘛拢有咧生产。农业部是来呼吁中国，来照这两岸减盐减疫的合作平台来行。有学者是认为讲，这中共呢干那开放某一个台湾的县市，这做法看起来真有意思。中秋节特别到啊，文旦过一2礼拜就熟啊。今年全台湾预估收的面积有3649公顷，产量5.6万吨，平均年减1.8%。产量第一也是台南，接落来是花莲甲云林。台南的老庄文旦一直拢真抢市，面对中国重新开放输入，说干那爱花莲的文旦。台南麻豆农会表示平常心看待，把我们的农作物有点政治化，我就觉得感觉不太好啦。包括日本、新加坡、香港的订单也都是有，等于说我们现在麻豆文旦可以说是已经全球化在销售。因那文旦买袂起中国的农民面对这摆干那花莲会当卖，伊讲面对中国的做法嘛习惯啊。伊变数真大，迄当伊临时就来讲。无要外销，所以家己嘛想办法啦。家己想办法。中国伫咧2022年8月，用白骨神还有农药超过标准做理由，宣布停止文旦油在内的台湾柑仔类的水果入去中国，挂销量为3-4千公吨，一时间全部销去变做0。2024年，佮宣布恢复一寡文旦，佮会使入去中国。不过针对检疫的规范，一个字煞拢无讲。农业部风险署的呼吁，两边应该进行技术的对话，台湾的农民才有路。双方的贸易事项可以做个沟通啊。那有新的规定，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来让双方都能知道啊。学者嘛认为，国内水果生产过量会当外销是好代志，不过面对中国特别容易、特别做法，农民要是爱会记得闪风险。其实是有一些背后一些用心跟目的的。中国大陆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销市场，但是绝对不能太过于依赖。2022年，文旦卖去中国话停就停，农业部除了协助卖去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嘛积极辅导多元加工。文旦除了会当生食，可以当加工做果汁、文旦干，较大粒品质较歹，嘛会当开发做精油、清洁剂等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福田病院细正院长呢，互前员工指控讲，伊互这个厂商替病人来开刀。即马经过半冬的侦办了后，今仔头地检署认定这细正院长、细小的副院长，也佫有3个医疗器材的厂商，伊是涉犯着医师法，所以甲因提起公诉。病院前员工讲，为免证明这个坐伫手术房内底细正医师涉嫌请厂商代替伊甲病人开刀。代志发生伫咧2月，检调追查了后，发现除了兼做院长的谢医师，也佮兼做副院长的肖医师，两个人拢涉嫌互无医师资格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违法执行医疗核心的业务。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医疗器材的厂商涉嫌盗用连接管、操作机器手骨的定位器，甚至各打骨浆。医院是绝对没有违反涉嫌医师法的任何行为，那我们就一切交由司法这边来判断。没有医师执照的人怎么可以从事医疗行为？新的仪器是医生可能不熟悉啦。病院这边讲会收到地检署正式的起诉书了后，才阁发表律师声明稿。这嘛是台中荣总的医师涉嫌请厂商代替开刀，互起诉了后，第2件类似的案件去互起诉。今年8月，卫福部嘛针对医疗厂商入去手术室提供管理的指引。第一要点就是干来当提供医疗器材相关的硬体、软体操作的说明、规格、参数、技术资讯，或者是各种排除为限制，袂当涉及诊断、治疗、护理，甲其他应该由医术人员亲身执行的医疗专业技术。不过，医改会认为讲，还阁配高强度的监督甲管理，必须要搭配后续高强度的一个监管，才能充分把关是否有落实病人的一个知情以及院方的一个管理。针对这个案件，高雄市府强调讲，收到通报的第一时间，因就启动行政调查。若那涉案细小的医师甲细红的厂商，嘛会照医师法罚5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这气候变迁有影是冲击到大家的生活。环境部是强调讲，目前这减少温室效应呢，推动净零排放，已经是袂当搁再等的代志啊。因为即卖的高中生拄好就是未来2050年净零的主力，所以这环境部呢是打算甲教育部来合作，替这个高中生来推出多元气候的课程。顶日啊，南部落大雨，做大水。高雄市长也讲，古一代落几年一半的雨水量，气候变迁冲击大家的生活。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南部的大水雨也已经造成超过1亿的农业损失。面对气候反常，环境部也在 YouTube 推出高中生上课路的影片。年轻人要为了自己的将来，为了人类的未来，真的要想尽办法来努力，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老头子是不可靠的。为了落实气候教育，环境部也宣布甲教育部合作，9月份开始要伫全台办8场的工作坊，也有老师导带学生做校园高温警示地图，先让学生有感觉，然后开始行动。我们只是让他们先猜校园中哪些地方会最热，他们再实际去测量，验证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那他个人的穿着要怎么样改变？学生必须要有感，他才会有行动。减少温室效应，推动净零排放，已经是无做袂用的代志。那即卖高中生是未来2050年净零的主力，希望鼓励更较侪高中生主动参与。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那其实这个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环境部表示，今年3月已经伫线顶推出针对高中生的网络课程，学生会当直接用手机上课。接落来，阁会推出多元气候课程，希望达到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年的主题，确保2035年进前。每一个青年拢会当透过教育有能力因应气候危机的这个目标。记者顾由其林秀凯台北报道。刑事局有查到一个男性性影像买卖集团，这姓李的涉案男性呢，伊是利用假小号配合着性影像，拐人烫衫了后，甲人偷录影，再过来定介绍卖互无共款的族群。这专案呢，拢总是有20个人涉案，查扣的性影像档案有超过20万个，这当中未成年的都有超过107个，检方即马已经正式起诉。警方伫起姓李男性伫台中山落个徛家，超早看到警方来，姓李向反袂赴反应，警员为着防止伊消灭证据，甲伊手头的笔记型电脑摕走。台中地检署进前侦办一桩囡仔甲青少年性剥削的案件，对查查扣的男性性的影像，发现姓李的嫌犯就是甲人诱拐，透露男性性的影片，搁摕去卖主嫌。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令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刑事局电侦大队发现，姓李的嫌犯伫网络用女性性的影像加上变性的软体，透过事实来拐男性的受害者，进一步透露受害者性的影像，佮甲影像传去分段分类，伫网络社群卖。另外3位嫌犯也用同款的手法犯案，这4个人共用同一个分段。警方计共查扣20万个性的影像，受害者要挖2000位男性，目前敢若200多人愿意出面，其中有170个是未成年，年岁上细45岁。受害的人是男性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价值也会让我们觉得他就是被骗影像，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关系。家长的态度可能对男孩跟对女孩就会不太一样。可是不管是他今天的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会希望家长跟孩子在使用网络跟手机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可以公开的讨论的，让这个话题是透明的。立兴基金会表示，囡仔青少年的性剥削受害者毋是干那女性，尤其青少年伫一个对性好奇的阶段，都常常变作是互透露性的影像的受害对象。家长也要加关心。检方目前已经按照违反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害性运输，也有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罪嫌，甲姓李嫌犯等20位嫌犯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好，讲到这个人的温书来看，教育部呢是来推出大专校园性别友善宿舍建议参考的手册，这内底是有台师大、政大，也有台北医学大学的宿舍来做例，互各学校会当来参考。教育部是强调讲，会当根据这学校本身的条件去推动，兼顾着宿舍的安全，也有个人的温书。各大专院校要加9月了后开始上课，要大学校宿舍除了男女宿舍，敢有性别优先宿舍，那是乎学生敢会想要大呢？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抽到的话是 OK。好像跟去外面租房的同学差不多，因为在外面租房的也是一层里面有男有女嘛。同一楼层，如果他们要晒衣服的话，可能会面临到就是如果今天被人收女生衣服，会不会有什么性别上面争议？有学生感觉无差，有学生烦恼温书甲安全问题。不过以台师大为例，学习社2楼为自2020年开始作为性别友善宿舍楼层，无分性别共层分房，各用免费做方式配置房间。台师大性别友善楼层有22间，拢是4人套房。洗衫、烘衫、拍衫空间，当地楼层总有2平，使用上无做性别区分。正在使用部分性别的户型宿舍。学生家己组队申请个白抽，入考了后，各由学生家己协调后来房间的分配，学校未介入。共同编写大专2校性别友善宿舍建议参考手册，林慧君教授强调，性别友善宿舍至少做到男女共层分层的空间安排。不过，根据教育部2024年办理性别友善空间调查表的结果，151间大专2校总共794栋宿舍，229栋有性别友善宿舍的设计，敢若8.3%说无共款性别共层分房宿舍。就伫参考手册提供案例甲实务问题，互各校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元节，来看这家人的中元节呢，其实已经有172档的历史啊，互政府甲指定做国家重要民俗活动。对家人来讲呢，这个节呢是有2项竞品，伫这个时阵才会来出现，迄就是模糊壁头塔。找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主坡段头前火车顶面载真侪有无讲食品做的塔，也有家人中原普渡一定会传的模糊壁头塔。即阵在菜市啊嘛看会到，在地经营40几年的店家表示，模糊甲壁头这2项有接因好兄弟脱离苦海的印记，敢若在中原这段时间才特别做。模糊就是我对人讲的，就是伊就是参像一个莲花形，就是对咱好兄弟会使接应的意思。啊，咱迄壁头伊就是避开的意思。就是敢若咱地狱之门闭开啊，互伊会使出来，互咱安尼拜拜啊，就是甲伊请伊食物件。家人中元节已经有172年的历史，互政府指定做国家重要民俗。在地文书工作者表示，家人普渡使用模糊壁头的历史已经真久啊。壁头的原型是寿桃，因为普渡的用途，所以找互避开来做区别。若模糊是对佛教用语菩萨模糊萨的引申来的。所以就是一样做成桃子的形状的中央壁开，就是让它能够蒸熟之后中间会裂开，那象征就是能够超脱地狱。常常在佛教里面的一些用语，我们的菩萨摩诃萨就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是一种对于佛祖我们各式神明的一种尊称。毛作家甲模糊甲壁头写伫咧台湾店这本册内底，伊讲台湾有真济糕仔饼拢甲传统节日有关系，不过已经愈来愈罕得看到，嘛袂记得文化印记，伊想要甲记录起来。有足侪物件，其实阮无看过啊，就唔知影伊有虾米物件安尼。台湾店内底其实写诶几项诶年路是以前拢无人想要研究诶。感慨现代人对传统科技愈来愈简化，作者希望在大家放袂记以前甲属于台湾的电路文化记录起来。在地家人店家嘛认为传统爱保存，才会当互台湾社会有创新的能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家人报道。好在中原普渡呢，除了拜好兄弟甲拜神灵以外，即马嘛有人咧拜动物啊。嘉义市城隍庙是甲一寡无人领养的流浪动物的亡灵，甲接转去城隍庙来普渡，希望替这动物祈福，嘛提起社会都爱重视性命。民众点香虔诚来祭拜，桌仔顶的连座写着普渡的对象。旧日7月中原普渡，嘉义市城隍庙按传统科技举办普渡法会，除了无形的众生。还有真侪民众摕家己较早期的宠物来做普渡，像今年比较特殊的还有比啦、狐狸、猪、兔子，
多也来参加这个宠物领的一些超度哈。那我也是希望说，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帮宠物就是来做这个事情。法师按照仪式来上顶祭拜，城隍庙嘛专工去到家己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替无人领养已经死去的龙洞狗甲猫，将因的灵接引转去城隍庙来做超度，或者无主人无一个家的动物，透过传统的宗教仪式，会当好好送因离开。让原本就没有一个家，然后也非常的可怜，然后经由这个善举真的是非常的好。过世之后还要继续流浪，就太可怜了。所以如果还有这种服务或活动的话，会觉得很贴心，真的太棒了。为祭拜祖先到关怀动物生命，中原普渡的传统信仰嘛，大大增加社会人道的关怀。城隍庙表示，希望透过法会举办，唔但替流浪的动物来祈福，嘛希望提醒民众尊重生命，和普渡文化伫传承当中，嘛会当延伸对生命的关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中华除了肉圆以外的控肉饭，其实嘛介出名。有地方的团队是来出版一本控肉之城的刊物，记录51间无共店家的口味，也有料理的方式，甚至还邀请这美笑念家团，把这个控肉饭写作是歌词，用传统念歌的方式来绍介中华人的控肉饭文化。上该抽2时头筋哦。肉实在是推荐哦。下现月琴声搭配念歌，唱的是中华正出名的控肉饭。中华人食控肉饭真讲究，肉粉有分肥的甲瘦的，大间店的卤汁甲配菜嘛拢有个人的特色。即阵到地方团队出版一份控肉城的刊物，佮结合传统念歌的方式来绍介中华控肉饭。咱念歌吼，本来就是拢爱编歌句，4句连念到句韵安尼啦。每一个所在吼，咱若要了解伊的文化，上介紧的一个方式，要就是来食伊的物件啦。所有什么拢受到这个文化影响上介大啦。地方团队指出，亲像台南牛肉汤、嘉义鸡肉饭，拢有真侪相关的记录。不过，中华却真少有专门绍介地方食食文化的册。因用半年的时间访问51间店家，记录料理的方式，整理控肉饭的相关资料。其中控肉饭图鉴，佮特别加入台语罗马字，要互民众了解中华人大项的食法。就算是我是中华人，不过对这店家的历史佮因煮的方式，其实有淡薄仔无了解。透过安尼的方式，拢会使对中华，不管讲是控肉饭、肉圆，还是麻糍等等的美食，佫有较深的了解。板凳师傅吼，开始专做小食，甲风肉这个料理开始变做细地的肉。中华人嘛食得足习惯的，但是其实伊是一个大菜料理的背景安尼。地方团队表示，中华的控肉饭是为早期的板凳料理，慢慢发展变成民间食面，经过一代一代传承，即阵立即出在地的食食文化。地方团队即道除了推出刊物，也有举办摄影展，希望互民众为一碗控肉饭开始，更加入捌中华一路发展落来食食历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地渐阵雨，其他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
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